各位朋友，我哋今日傾傾儲存嘅芯片 HBM 啦。嗱，要了解佢啦，先要啦講一講啦，佢哋同傳統嘅內存嘅分別喺邊度先？普通內存咧係平面單貨啦，走內存嘅總線。HBM 係垂直堆砌多貨啦，靠 TSV 咧將佢哋串連埋一齊。嗱，而 HBM 屬於 DRAM 嘅一種啦，嗱，佢哋係一個高端嘅 3D 疊砌版 DRAM 啊。嗱，咁樣係為咗帶嚟咧超高嘅帶寬啦。仲有低延遲、低功耗嘅優勢，主要用喺 AI 大模型嘅訓練同埋超算同埋算力中心啊，決定咗 AI 算力嘅上限。國際上咧，主要係俾三星啊、海力士同埋美光咧呢啲巨頭咧就壟斷咗啦。喺個整體個發展水平上面咧，嗱，國外 HBM4 咧已經開始就量產啦。喺國內嚟講 ，HBM2E 咧係量產，嗱 HBM3 咧仲係測試當中啦。嗱，良品率方面啦，嗱，國外咧可以達到95% 以上，嗱，國內咧仲大概係60% 以上啦。因為啦，仲有好大嘅差距咧，潛力其實都好大噶。嗱，喺國內啦，嗱，為數不多嘅玩家係長鑫啦，嗱，佢哋咧即將啦會喺科創板咧就上市啦。嗱，想知更多港股、美股嘅分享，即刻訂閱再 WhatsApp 加入我嘅會員組群啦。AI 大爆發，除咗啦 NVIDIA、Intel 同埋 AMD 之外咧，仲有一個關鍵嘅元件咧，你就要知啦。嗱 AI 供不應求啦，最